小朋友一定要知道，做一个梦的时候，就是一个承诺，对自己是承诺，和跟你一起做梦的人都是一个承诺，你得扛起来。SARS 年大概3个月、4个月以后就消失了，很快很快，其实很紧张，当时很紧张，可是我们大概5月、6月的时候开始进入备战状态，大概7、8月暑假过后，还有暑假尾巴的时候，8月底的时候就消失了。所以说，但是我那时候就知道，当一个传染病来的时候，儿童剧团是先于所有的剧团，因为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看戏嘛。其实大年初3的时候好像就有这个消息了嘛，大年初3、初4的时候，所以我一过完年一回来的第一天开工，我们就做了一些准备。当时我就比较悲观，没想到是整个上半年全部当掉。6月初，开始解封，可是即使解封了以后呢，到了我们7月前面过去2、3个礼拜，我们演出啊，那虽然很相挺我们的人还是很多，但是卖票就大概只能2成3成。那非常感谢老天爷，我的好朋友金士杰啊，然后邓安宁啊、梁志明老师啊，各方面的朋友们啊，心灵啊，钟心灵啊，大家认识不认识的圈内圈外的好朋友们，都帮忙。就把消息散播出去，所以有很多的朋友，虽然小朋友长大了或者没有小朋友，他们也就买票、买爱心代用券，让我们去请公益团体小朋友来看戏。因为文化部的补助，然后还有我自己去调的钱，所以我还是得发。我们不能说不发钱啊，你不发钱就等于没有对你的团员应该有的承诺。你慢慢长大就知道，小的时候就是我要做戏，我们要做很棒的东西，我们要很棒，和大家都喜欢。小的时候是讨人喜欢，觉得自己很开心。到了一定的程度，你这个团长做了20年，你就知道说，有的时候不是讨人喜欢，是让每个人都平安，每个家庭都能够平安喜乐。所以说我才会说，好像有的时候你不是只是顾你的戏好不好？现在我还要顾的是我团员至少房租交得出来啊，每个人的机车、汽车能够加机油啊，这很现实的。我们逐的是一个剧场梦、戏剧梦，但是这个梦还是必须建筑在现实的泥土上。那这个泥土我们就必须踏实的踩着，你不能我们很棒，我们20年我们做的戏是最棒的，大家都很喜欢，然后大家没饭吃是没办法。第一个就是我爸爸妈妈跳出来啊，你发疯啊，你能不能留一点钱给自己啊？你是准备怎么样啊？所以说我觉得爱我的人，很多爱我的人都希望说，那你是不是就先停一下？尤其这次疫情刚开始的时候，有几位前辈不是企业界啊，或在商业上经营上面有能力的朋友都说，赵长你可能要考虑在一个点上先给他停下来，因为你没办法演，你放那边空转是没有意义的。可是那时候我就想说，可是我这一停下来，跟我一起工作的这么多的伙伴，还有10几年的伙伴，那他的家庭怎么办？你说你现在去转业，你去跑 Uber Eats， 你去做快递，可以这样吗？不能这样。所以我就讲嘛，所以你人做一个梦的时候，小朋友一定要知道，做一个梦的时候就是一个承诺，对自己是承诺，和跟你一起做梦的人都是一个承诺，你得扛起来，你不能说我只是演戏，我是个演员 ，sorry 哟，sorry， 你不能这样啊。我想做唐吉诃德，我想踹看。你发觉你做的事情是被祝福的，是被期待的，就觉得你做的事情大家都在那边加油加油。昨天晚上睡觉12点钟以前，还有一个朋友透过 LINE 就是说，听说你这个真的是会倒。我说那没有了，现在是先稳住了啦，因为7月有很多好朋友帮忙嘛。他说需要帮忙的时候跟我说一声哦，力量不大，但我也愿意帮忙。搞得晚上12点多，我们都快掉眼泪了，就觉得如果我做的事情是被祝福的，我就不应该自己先说放弃。